大家好，之前有兩條片咧就講咗咧一個小數啦，俾整數去除呢個情況。今次咧呢條片咧，輪到呢一個除好後邊嗰個數咧係一個小數啦。跟住咧我哋睇睇咧小數除法運算方法。當咧除數即係除好後邊個數啦係小數嘅時候，喺計算前咧，首先係要令到咧除數咧變成整數，然之後啦，再依照咧小數咧俾整數去除嘅運算方法嚟到計咧就可以噶啦。睇睇咧第一個例子。15.884除以0.4，除數係0.4啦。我要將呢個數咧變成整數，所以我哋咧要將呢個除數同被除數咧個小數點同時間向右移一個位，就會寫成咧158.84咧除以4。第二個例子啦，0.0462啦除以0.014，我要將咧除好後邊個數咧變做整數，所以係需要咧將呢個小數點向右移3個位。咁被除數咧做同一個動作，將被除數嘅小數點咧向右移3個位啦，就寫成咧46.2啦除以14，然後再計算啦。睇睇咧第六個例子，0.84除以0.12。首先第一步要做咧，我哋係要將咧除好後邊嗰個數咧變做整數，小數點向右褪2格啦，變做12。同樣被除數咧都要跟住呢個除數啦，小數點向右褪2格，變做84。所以咧呢條式咧會變咗咧84除以12啦。咁睇翻算草啦，計到咧係7嘅。睇睇第七個例子，169除以2.6。首先第一步咧，我哋可以將除好後邊個數咧變咗個整數啦，所以小數點咧向右睇1格啦，變做26。留意啦，當個除數變做整數嘅時候，由於褪咗1格啦向右，所以被除數咧做翻同樣嘅嘢。好啦，169咧，如果將佢向右睇1格嘅話咧，即係乘10啦，變咗1690。所以成條數變咗1690啦，再除以26啦。咁睇翻個算草啦，咁佢都係65。睇睇第8個例子，50除以0.004。首先我要將除好後邊個數咧變做整數，就要將呢個小數點向右褪3格，變做4。跟住睇睇咧個被除數，呢個50咧，即係等於50.0啦。如果將呢個小數點向右褪3格嘅時候咧，即係50入邊加多3個0，變做5萬。成個數變做5萬除以4啦。咁等我睇翻咧算草啦，計到12500啦。多謝大家咧睇我哋咧呢一條嘅片啦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分享俾身邊咧所有嘅朋友啦。多謝你哋，下次再見。